恭喜各位老細，單價6000幾蚊嘅現房，我哋今日揾到啦，而且咧仲係一個東南朝向嘅。目前咧，我哋依家喺呢個單位哦，首先我哋嚟睇睇陽台出去嘅景觀先。望翻出去咧，係望到別墅景啦，以及山景，亦都係非常之開闊嘅。我哋呢一套咧房產面積係133平方，係一個非常之稀缺嘅4房3位戶型，仲係雙套間嘅。咁為廚房方面咧，我哋都見到啦，基本設施廚具都係做咗嘅，包括出邊亦都係有個生活露台啦。房間方面，每間房間咧亦都係四四正正嘅，而且仲係一個木地板，保養得非常之唔錯啦。後期嘅話，直接買翻家私就可以入住噶啦。兩間套房非常之實用嘅。包括咧景觀望翻出去，亦都係相當之靚啦。主人房仲同你安排埋一個大浴缸添，啱唔啱你 feel 咧 ？L 型嘅一個大窗採光面係非常之唔錯嘅，東南朝向喎，總價先係80零萬就 OK 啦。如果首期嘅話咧，10萬蚊就可以攞低做業主啦。想睇房嘅朋友咧，評論區度留言俾我。